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HiFi 發燒台。呢一條影片咧首播嘅時候咧，就係呢個農曆新年大年初一啦。所以喺呢度咧，恭祝大家咧新年快樂，同埋新一年咧就見到呢個呢388，大家一定生發發啦。咁啊，恭祝大家咧日日聽靚碟，月月有機買，年年咁開心啊！咁啊，既然講到呢個月月有機買咧，咁啊當然啦要揾啲目標噶嘛。所以農曆新年咧第一條影片咧就講翻呢個 HiFi 發燒圈咧旗下嘅 YouTube 頻道 HiFi 發燒台啊。咁喺2025年咧，總共試咗咧49件器材啊！咁我之前咧都邀請咗呢個 HiFi 發燒圈嘅觀眾咧，一人一票咧喺49件器材當中咧，咁啊投選佢哋最喜歡嘅10件器材啊！咁呢10件器材咧就係大家一人一票咁樣投選出嚟啊！所以我今日咧就喺度咧同大家公佈咧，大家投選咗邊10件器材啊！咁啊睇下大家嘅選擇，咁可能亦都成為咧大家新一年嘅買機目標啊！好啦，唔講咁多，去片。Accuphase 金桑子最新推出嘅 AB 類合併式嘅擴音機 E3000啊！金桑子啲機無論係高級定係入門級，前面板嘅手工咧都一樣咁靚噶。咁啊見到呢部 E3000嘅前面板，當然最吸引咧就係一對嘅指針錶，真係好靚仔啊！音量掣同埋輸入選擇掣裏邊嘅內圈咧 ，E3000咧係做到呢個金色反光面嘅。咁呢個面板咧，真係顯示出日本人咧真係好夠細心啊！咁我覺得佢裏邊個 ANCC 嘅線路咧真係做到嘢啊，可以令到啲雜訊咧減低咗啊，令到啲聲咧更加純、更加靜啊！咁我覺得咧更加聽到好多細節啊！呢個 E3000咧，嗰個推動力咧比呢個 E380咧更加強啊！咁啊，真係唔係單止喺個數字上高啊，嗰個聽感上高咧，真係親身可以感受得到噶。多謝 HiFi 發燒台頒咗一個202510大最喜愛器材，咁樣好開心就係 Accuphase 嘅 E3000咧，佢哋選為最10大最喜愛嘅器材啦。雖然咧 E3000係一部入門級嘅合併式擴音機啦，咁但係其實嚟講喺前級同後級方面咧，佢都選用咗最好嘅佢哋嘅科技嘅，包括前級嘅咧就係有 AVAA 嘅音量控制線路啦，同埋咧就後級嗰邊咧有好強勁嘅後級輸出啦，就係包括到佢有128盎啦，咁另外咧就亦都有一個定制嘅變壓器嘅，咁樣希望可以透過 E3000呢部機咧，等大家可以聽到一啲美妙嘅音樂。係嚟自日本 Acoustic VY 嘅抗噪音插頭啊！咁而呢款插頭咧，可以令到嗰個器材咧抵禦呢個外來嘅干擾。咁好似呢個電磁場啊，同埋呢個高頻噪音啊。咁因為咧器材本身嗰啲插頭咧就係外露噶嘛，咁就好似天線咁樣，有機會咧接收到外來嘅干擾咧，引入到機裏邊啊。咁而 Acoustic VY 呢個設計咧，唔單止係做到呢個物理嘅屏蔽啊，咁可以透過插頭裏邊嘅複合物料咧，嚟進一步咧提升佢嘅效果啊！插喺個電源插座上面嘅 CS3K， 插喺個 LAN 插座上面嘅 RLT1K，USB 咧就有呢個 RUT1K， 另外咧有呢個 RES-XLR 同埋呢個 RES-RCA， 咁啊用喺呢個平衡或者呢個 RCA 輸入插座，咁啊當然啦有輸入咧就有輸出，咁插喺呢個輸出插座咧就有呢個 RET-XLR。同埋呢個 RET-RCA， 所有嘅抗噪音嘅插頭咧，都係用咗呢個2017鋁合金嘅外殼啊。咁啊，裏邊咧就用咗一個黃銅，再加上一個天然煙燻嘅石英咧嚟做呢個抑震嘅結構層啊。咁啊，至於內部嘅導線咧，就係用咗呢個導電率咧105% 嘅 PC-CCEX 嘅混合導線啊。咁啊，配合呢個石英啊、絲綢啊，同埋多種唔同嘅礦物咧嚟運作啊。咁而廠方咧都冇特別隱藏。好容易咧就可以打開得到啊！
好明顯咧用咗之後咧，個背景係寧靜咗，整體係靜咗好多噶。咁其實聲音咧都多咗種活生感啊，啲聲音好夠開放噶。另外人聲個聚焦咧清楚得嚟咧，亦都多咗種 3D 嘅感覺啊。咁整體聲音咧嗰個質感啊同埋密度感都提升咗啊。呢個插電源嘅 CS3K 咧個效果好明顯嘅，不過我覺得咧唔好插落去電源處理器上高，盡量咧就插喺電源處理器個總龍旁邊個插頭度，咁個效果咧係會最明顯嘅。今日非常之高興啊！咁啊知道咗啦，咁 Acoustic Rewind 呢一支嘅 CS3K 啦，咁啊獲得咗呢一個嘅獎項啦，咁啊非常之多謝阿 Patrick 兄啦，咁同埋一眾啊有投票嘅師兄嘅，咁啊非常之多謝大家啦，一直以嚟啊對 Acoustic Rewind 嘅產品嘅支持啦，咁啊亦都係令到呢一支嘅接地降噪端子嘅威力啊，亦都係受大家嘅肯定嘅。咁我亦都係會咧將呢一份嘅喜悅啊，同埋將呢份嘅獎項啊，亦都係會 share 翻俾咧日本嘅廠方嘅。咁我相信啦，Acoustic Rewind 嘅社克社長咧，咁佢知道咗呢一個嘅消息咧，一定係會同我一樣咧咁高興嘅。咁啊，再一次咧喺度咧，多謝晒大家嘅支持同埋 Patrick 兄嘅。今次見到呢對 Audio-Vector R8 Aviti 呢對喇叭真身啊，真係覺得咧唔止係精品級啊，簡直係一個藝術品級啊！咁啊上邊啲木紋咧真係好靚仔啊！咁同埋咧上高啲鋼漆咧處理得又夠厚，打磨得又夠靚啊！咁啊令到啲木紋咧好夠立體啊，好有一種豪華感覺啊！即係睇見個樣咧都知道佢價值不菲啊！R8 Aviti 係一對4路分音7單元嘅坐地喇叭，咁全部發聲單元咧都係廠方自行設計啊！咁啊高音咧係一隻可以上到去52 kHz 嘅 AMT 氣動高音，咁而呢個高音背後嘅管道下面咧就裝咗一隻咧4寸嘅中音單元，咁配合呢個氣動高音嘅背波，營造出咧更加好嘅音場感啊！前掌板高音單元下邊就裝咗3隻6寸半嘅中低音單元，單元振膜咧係一個三文治嘅結構，用十字編織嘅方輪纖維，再結合咧碳纖維同埋人造木材樹枝組成啊，咁啊令到振膜咧更加輕、更加堅硬，所以反應速度咧更加快啊。至於單元用到呢個鈦金屬音圈咧，當鈦音圈咧穿過呢個單元裏邊磁鐵嘅磁隙，產生嘅感應電流咧就會較少啊，咁啊磁嘅阻力咧都會少一啲，所以鈦金屬音圈嘅反應速度咧會更加快。內部咧就裝咗一隻8寸加上一隻6寸半嘅低音單元。咁用咗一個 isobaric 嘅設計，向聲箱底部發聲，咁之後咧再向呢個左右同埋後邊擴散啊。因為 R8 Aviti 嘅箱身嘅體積比較大啊，所以最低咧可以下潛到22 Hz。R8 Aviti 嘅聲音好爽快，好有活力，好生猛，好自然噶。咁咧佢可以播出咧極致嘅聲音效果，亦都咧有好高嘅傳真度之外咧，都可以將音樂嘅美感咧表現到出嚟啊！所以聲音係好寬鬆、好自然、毫無抑壓噶。就算咧長時間聽咧，都唔會令人一種好緊張嘅感覺啊！好多謝 Hi-Fi 發燒圈咧，俾呢一個10大最喜愛器材俾我哋 Audio-Vector。咁都講下少少啊！前年8月我哋開始就代理咗呢個品牌啦，咁都好受廣大嘅發燒友歡迎啊！我諗如果你有睇我哋 Facebook 咧，都知道成個 R 系列咧都係不停咁賣，不停咁賣。咁我哋都全體工作人員咧都好喜歡佢，亦都好多新嘅人喜歡佢。咁希望咧大家都多啲嚟聽下佢啊！Audio Research， 我哋簡稱 ARC 嘅 LS28SC 嘅前級，同埋 VT80SC 嘅後級。LS28SC 係 ARC 前級系列當中咧最容易入手嘅一部啊。雖然係咁，不過一啲都唔馬虎啊。好似見到佢裏邊咧金色呢4粒就係廠方自家特製嘅膠連電容啦。
仲有內部嘅信號接線咧，呢啲都係同廠嘅高級 Reference 系列用嘅零件啊。咁而家咧直接用到喺呢個 LS28SC 上面啊，而且咧全部都係傳送信號嘅重要位置啊。據廠方講咧，成本確實多咗，不過聲音提升咧係好明顯㗎。咁呢個咧亦都係 LS28物有所值嘅原因啊。VT80SC 立體聲後級用咗全平衡設計，總共用咗2對 KT150嘅輸出膽，提供75瓦乘2嘅輸出，另外可以換其他輸出膽，例如呢個650、KT88 或者 KT120，用咗廠方專利嘅線路，可以自動調偏壓，所以就算換咗膽咧，都唔使重新調呢個偏壓啦，非常簡單方便啊。咁每支輸出膽咧都有保險絲保護，所以就算咧有恐膽症嘅朋友都唔使驚啊。今次試聽配合 Magical S3 2023坐地喇叭，我發覺非常夾聲啊！以呢個 VT80SC 75瓦乘2嘅輸出咧，推佢都可以話游刃有餘啊！同埋 LS28SC 同呢個 VT80SC 可以話原廠最佳嘅配搭啊！加上呢套機咧已經煲熟咗啊，所以今次一駁着開聲咧已經好靚聲啊！而今次試聽呢套機咧，最大驚喜係透明中咧帶有啲暖意啊！因為 ARC 嘅膽機咧一向都唔係好膽聲㗎，而今次試聽呢套組合咧，竟然保持呢個高解像度之餘咧，都多咗幾分豐潤感覺，微微增添幾分厚暖度啊！好多謝 Hi-Fi 發燒圈頒嘅202510大喜愛發燒器材俾我哋嘅。咁我哋Audio Research 咧做咗好多年㗎啦。咁依家咧我哋而家有上次呢個 LS28SC 咧同 VT80SC 咧都係膽前膽後啦。咁而家有啲石前石後嘅機，亦都可以上嚟公司度聽嘢喎。今次呢個 DSE3 光學唱頭，佢屬於廠方咧入門嘅型號啊，可以配翻咧同廠嘅 DSE3 嘅專用唱放，亦都可以咧獨立購買啊。去配合咧唔同廠家有呢個光學放大嘅唱放啊。咁我今次試聽咧就成套開聲，咁啊唔使驚有呢個匹配上嗰個問題，咁一定好穩陣啊。咁同埋咧呢套組合咧加起上嚟嘅價錢咧都唔使2萬蚊啊。咁如果以今時今日嚟計咧，買一個唱頭或者買一個唱放咧都可能唔止呢個價錢啊。所以我覺得呢個組合咧，好適合一啲咧想玩下呢個黑膠嘅發燒友啊！進化到廠方咧第3代技術啦，將佢原本咧得一片嘅 LED 同一片嘅感光元件咧變成2組啊，咁以 V 型排開啊，嚟提升嘅聲道分隔，咁啊令到個輸出咧由原本嘅50個 milliwatt 提升到去到70個 milliwatt，咁啊將個信噪比提高，咁啊自然更加靜，聽多更加多嘅細節啦。呢款唱頭放大器嘅前面板都幾靚啊！有啲似咧放大咗嘅唱針嘅形狀啊，中間咧有呢個開關掣，同樣咧有呢個綠色嘅指示燈，機背咧有呢個 IEC 嘅電源插，一組嘅 RCA 輸入同一組嘅 RCA 輸出，同埋一個接地位，而中間咧有一個咧輸出1同埋輸出2嘅指撥掣啊，咁啊輸出1咧就代表正常嘅輸出，而輸出2咧就有呢個超低頻嘅濾波，濾走20Hz 以下嘅低頻，當用到一啲咧比較上大單元嘅喇叭咧，同埋播一啲咧炒魷魚比較嚴重嘅黑膠咧，就可以撥到呢個輸出2。呢個唱頭咧同一般嘅 MC 唱頭安裝同埋調校咧都冇乜分別嘅，所以如果大家要玩開黑膠咧，應該都冇乜難度啊。同埋聽到嘅聲音取向咧係屬於一種咧直白無陰染類啊，有一種咧好潔白好純正嘅底蘊啊，個分析力都極高啊。咁同埋黑膠唱片裏邊好多細節咧，佢都捕捉得到啊，好似呢個錄音場地嘅唐音啊。樂器嘅泛音啊，同埋人聲啲唇齒聲啊，啲呼吸聲咧，都聽得一清二楚啊！咁呢啲細節咧，可能用一般嘅 MC 唱頭咧，會被忽略㗎。好多謝Hi-Fi 發燒圈喺頒呢個2025年嘅10大最喜愛產品獎。咁DS Audio 嘅 E3咧，好慶幸啦，就得到呢個榮譽嘅。咁嚟緊阿 Aki 都會專注好多新嘅產品，咁希望帶俾大家一個新嘅驚喜。咁我哋公司亦都好歡迎各位發燒友上嚟參詳下、研究下佢嗰個光學唱頭個特性啊，同埋嗰個音效。喺呢度多謝大家有份投票嘅會員，多謝你哋。
咁啊，今次咧終於就上咗我頻道度聽咗呢個咧玩咗幾個月嘅 E1 嘅長頭放大器啦。咁啊，今次聽咧好明顯真係煲熟咗啦。咁我今次聽完之後咧，我發覺咧呢個風爐咧真係令到成個系統嗰個提升咧係好明顯嘅。無論個密度感啊，同埋質感啊，同埋我覺得咧個音場咧都好明顯係撐闊咗、撐大咗嘅。啲嘢咧都相當之流暢啊。咁同埋頭先提到啦，佢呢度有兩個機箱噶嘛。咁啊，見到下低呢度咧有 display 個咧就係呢個電源，上高嗰個咧就係呢個放大部分。咁同埋呢個容器都好特別㗎，係雙面㗎。咁啊，另外仲有一樣嘢，咁佢有一個電流放大同埋呢個電壓放大。咁其實呢兩個咧都係比較特別啲嘅。咁一般咧呢個我哋要唱頭放大都係用呢個電壓放大㗎嘛。咁而呢個咧最特別嘅地方咧，佢就有呢個平衡輸入嘅電流放大啊。咁我覺得始終咧電流放大咧係呢部機嘅一個最大特點啊。咁啊，去令到嗰個密度感咧更加提升啊。咁呢方面咧我都幾欣賞啊。呢度多謝 Hi-Fi 發燒圈俾我哋2025年10大最喜愛嘅器材。我哋 Esotoric E1 榮獲呢部 Phono M 榮獲咗呢個大獎，咁我哋好多謝今日收到呢個殊榮啦。咁希望2026年我哋更加努力，同品牌方會有更多好嘅產品俾各位朋友去試聽。咁希望我哋2026年亦都會攞到呢個大獎。多謝晒。呢部 Telos 790一睇咧就知道係高錳嘅旗艦級嘅合併機啊！以瑞士精工打造嘅鋁合金機殼，手感咧真係滑不留手啊！碰口位嘅接口咧真係可以話天衣無縫啊！係一部非常之巨型同埋重嘅合併機啊！機身兩邊咧就係一個巨型嘅散熱器，我試過爆機咧爆足成日咧，摸落去都完全唔覺得熱啊！證明佢嘅散熱設計咧真係一流啊！機底咧仲有4隻咧可以調校高低水平嘅金屬腳啊！機背輸入方面咧，有4組嘅 RC 模擬輸入，2組嘅 XLR 平衡輸入。數碼部分咧就有呢個 USB 支援呢個384kHz 32bit 同埋呢個 DSD 128。另外咧仲有呢個光纖同埋 Coaxial。呢個 USB 輸入咧仲喺個 AudioCast 2.0。Mac 同埋 Linux 咧就唔使 driver，Windows 先要。咁另外左右聲道嘅喇叭輸出 ，IEC 嘅電源插座上邊咧就係一個總電源開關。咁啊，至於個 standby 開關咧，就要用呢個遙控器。至於佢嘅功率輸出咧，喺8ohms嗰陣時咧，就有2乘300瓦；4 ohms嗰陣時咧，就要去到2乘400瓦。咁我一向覺得咧，高錳啲器材咧播人聲咧都係佢強項㗎。咁啊，今次試聽呢個790咧都唔例外啊。佢播人聲咧嗰種質感啊、密度感啊，同埋呢個寧靜度咧，真係可以同呢個前流級去比較㗎。咁佢播人聲咧個口型適中，自然有溫暖。咁同埋咧，我覺得790嘅聲音咧，唔單止係呢個溫柔軟美啊，可以話呢個剛柔並重啊。沒法記清楚當初跟你共奏那心歌，輕哼出那調兒，但缺你付出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多謝咧。Hi-Fi 發燒圈咧就頒咗呢個2025 10大最喜愛嘅器材獎咧，就俾我哋風鈴代理嘅高錳 Telos 790。咁呢部擴音機咧，其實咧就係中國同埋香港嘅一個特別嘅版本嚟嘅。咁咧就係全球獨家嘅。咁大家咧如果有興趣想聽呢部機咧，可以預約我哋嚟試音。咁如果呢部機300瓦成對大家嚟講咧，可能功率太大嘅話咧，咁亦都有下放其他個 model， 有2部入門嘅合併機嘅，仲有一部就叫做690啦，另外一部叫做670。咁佢哋分別嘅瓦數咧就係215乘2同埋250乘2嘅。咁佢哋嘅 damping factor 咧依然都係咁強勁，係600嘅 damping factor 嘅有。好啦，咁到最後啦，都係非常之多謝有投票我哋呢部 Telos 790嘅觀眾。
多謝晒。今次同大家分享呢部 Lumi T3X 串流播放器啊，咁佢裏邊咧已經有埋解碼部分啦，所以咧就有呢個模擬輸出，可以直接咧接呢個前級或者合併機，同埋咧佢亦都有呢個音量控制啊，所以如果用佢嚟直接接呢個有源喇叭或者後級咧都冇問題啊。咁啊仲有一樣啦，如果大家有部更加高級嘅解碼器咧，大家可以用翻佢嘅數碼輸出，經過 USB 或者個 BNC 同族嘅數碼輸出咧接落去呢個解碼器。所以部機嘅玩法咧都好高嘅靈活性啊，可以配合唔同用家、唔同時間嘅需要啊。T3X 嘅聲音特性咧係唔重音色，唔會話加鹽加醋，將把人聲咧整甜或者整暖，有種化妝嘅感覺啊。咁佢嘅分析力咧都足夠，亦都唔會覺得薄聲啊。咁同埋咧，佢嗰個雜訊咧都好少啊。就算播啲好複雜嘅音樂咧，完全都唔會有一種嘈嘈嘅感覺啊。今次咧試聽完呢部 T3X 咧，我都覺得好滿意啊。咁啊，就算冇乜處理，同一首歌同呢個 CD 比較咧，都可以話不相伯仲啊。多謝 Hi-Fi 發燒友2025年10大最喜愛器材揀選咗我哋 Lumi 嘅 T3X。咁我哋來年咧會有更加多嘅新產品會推出嘅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。A2 Version 2就係身邊呢部合併機啦。咁唔少發燒都知道啦 ，Solux 嘅2系列咧一向都係廠方嘅中堅核心啊。價錢唔算好貴，但係聲音表現咧一向口碑都唔錯啊！咁而呢部全新嘅 Version 2版本咧，咁啊廠方講到啦，唔係呢個小修小補啊，係一個咧從概念到線路係全面更新㗎。咁啊甚至咧移植咗唔少旗艦3系列嘅技術落去啊。首先輸出級咧就用咗平衡推挽架構，咁啊用咗同旗艦 A3 一樣嘅高速高功率嘅 TO3P 嘅晶體管啊。之後到呢個驅動級。咁呢一次升級嘅一大重點啊，咁啊驅動級咧同呢個輸出級咧用咗同一樣型號嘅 TO3P 嘅晶體管啊，就係令到呢個驅動能力咧異常強橫同埋穩定啊，咁唔會喺個大動態嗰陣時腳軟啊。電源供應部分咧就用咗一隻咧雙曉線無含浸嘅大型環牛啊，咁啊相比舊型號咧，佢哋刻意咧降低咗呢個火牛嘅輸出電壓啊，咁樣做咧就會當遇到呢個低阻抗嘅喇叭咧，都能夠咧提供呢個極強嘅信貸電流供應能力啊！咁啊，用幾個關鍵字去形容佢啊！咁我會講佢係真摯、開揚、鬆容啊！咁啊，舊版 A2咧已經有好好嘅音樂感染力啊！咁而 Version 2咧喺呢個基礎上面咧多咗一份咧坦率同埋強度啊！佢唔會用呢個音色去討好你，咁而係咧打開個門口，咁啊將音樂咧毫無掩飾咁樣充滿能量咁樣呈現出嚟啊！咁啊感覺係好真實、好純粹啊！但佢又唔會係一個咧淡而無味嘅 M 啊！佢個味道咧係嚟自個音樂本身，所以令我咧覺得呢部機係有一種咧好真摯嘅感覺啊！好多謝 Hi-Fi 發燒圈啦，頒發呢一個10大喜愛產品俾我哋日本 Solux 啊 A2 嘅 Version 2。咁好老實啦 ，A2 喺之前嗰10年都已經賣得非常好，好多謝大家嘅支持。咁今次咧佢再進一步嚇，將呢一個極致再次提升。咁啊，希望大家都繼續嚟支持，多啲嚟試聽，感受一下佢嘅威力。多謝。今次咧同大家分享呢個 Wilson Audio The Warp Puppy， 因為咧 Wilson Audio 咧為咗慶祝佢哋成立50週年咧，推出呢款咧 The Warp Puppy 啊，就以呢個 Warp and Puppy 咧嚟到做藍本啊，就設計出呢個咧50週年嘅 The Warp Puppy 嘅版本啊。
咁啊，當然啦，呢款喇叭咧唔係將呢個舊款復刻咁簡單，其實係一個全新嘅設計啊。咁裏邊咧都係用到廠方咧而家最好嘅技術啦。喇叭聲箱嘅物料咧就用到廠方獨有嘅 X material， 咁而喇叭前帳板咧就用到呢個 S material， 咁 Puppy 聲箱頂部咧就用到最新開發嘅 V material。咁而呢啲物料咧都係一啲複合嘅物料，咁可以好好控制呢個喇叭嘅諧震，咁啊出嚟嘅聲音咧自然更加準確，更加少聲箱嘅陰染啊。而低音聲箱背後咧就有呢個紀念50週年嘅大金屬嘅徽章啊，咁同埋咧可以更換電阻嘅裝置啊。咁下邊咧就有一個咧金屬圓形嘅出氣口，咁同埋咧廠方自家製作嘅 Single Y 嘅喇叭接線柱啊。今次咧試聽呢款 The Watt Puppy 咧，我一開聲咧我就明白點解 Wilson Audio 可以咁成功啊！因為咧佢真係可以掌握到咧大部分發燒友想要嘅聲音啊！而且佢真係咧可以調校到出嚟嘅。低音方面咧，我覺得呢對喇叭嘅表現咧真係非常之好啊！咁啊特別咧喜歡聽一啲咧有衝擊力低音嘅發燒友咧，當聽佢播一啲 rock 啊，或者播一啲咧低頻分量感比較多嘅流行曲咧，我覺得一定中招啊！咁大家見到呢個獎啦，呢個獎係 Hi-Fi 發燒圈頒俾我哋2025 10大最喜愛器材嘅獎項。咁咧呢個獎項咧得來都不易嘅喎，原來咧唔係話出邊咁樣好似分豬肉咁嘅喎，原來係真係由讀者去投票嘅喎，好似都分數都相當高嘅，都有頭幾位嘅，咁證明到呢個器材都有一定嘅認受性啦。咁嗱，器材 Watt Puppy 暫時咧我哋做 showroom 咧仲係做緊呢個50週年嘅版本嘅。遲少少咧，可能過咗段時間就未有嘅咯喎，大家趁呢個機會，快啲再嚟聽下，考慮下購買呢個產品啦。多謝大家。